不义为止是国家伫咧威权统治的时期，统治者大规模侵害人权的发生地。顶礼拜，咱探访到新北市新店的安康接待室，遐捌审过美丽岛的政治受难者。今仔日要来去桃园，来去看这间特务机关神秘的天牢。画面中的四合院是桃园县第一任的县长池宗德的祖厝。为1949年开始，这个祖厝有一半，和国防部的保密局改造加牢，用来关押身份特殊的人犯，前后有20天的时间。但是过去车花的县长的祖厝，即摆是厝破壁倒，从良冷清。这经历白色恐怖的老厝，是毋是会当列为古迹来保存？目前因的子孙也无强势。乡亲不以为止保存的危机，今仔日咱就继续来看温馨里的人家厝的秘密家业。听说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民间的房子来关一些政治犯。军方的神秘间，不让外界知道。荒废的状况底下，这个建筑物天然的或者是人为的介入，你要再回复，或者说你要去呈现它真实样貌的时候，都会有些困难。热天下晡，这栋红砖啊起的传统万能式的建筑物，是伫桃园罗德的市厝。为1920年起到即马，已经经过102年。为外观来看，就使感受到穿越时空真高的历史感。不过，无人会想到讲，伫戒严时期，一切拢风云变色。万南式四合院的建筑爱五路是桃园第一届县长池宗德的祖厝。1949年起，由国防部保密局作为军事家业，一半是市价徛家，另外一半是官兵犯人的帮线。军民合用前后有20年，嘛是被称为天牢的保密局监训所。徐崇德当第一任桃园县长，那时候的党部都是以军方为主，保密局、军情局为首。我要让你当你就当，没有预算、没有经费，又是保密局的成员的身份，开口要跟他借，说这个是军方。徐厝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外界很少人会知道，很特别、很神秘的一个单位。在1950年，在这个占地2000多坪的徐厝呢，就是当时被保密局拿来当作关押政治犯的军事监狱。不过特别的是，当时不止徐家人以及保密局的官兵，甚至还有政治犯呢，也全部都居住在这个四合院的空间里头。现在杂草丛生的草地呢，在当时就是犯人放风的篮球场。政治机关进入市厝了后，各起几间厝，本来有草埔的埕变成篮球场，边啊，这个派去的壁堵，就是当时犯人伫用的易经。四四角角的四合院，嘛互篱笆为中央的埕一分为二，三个出入口，起价敢若剩一条路会当出入。建筑物本身没有那么大，利用外面的空地。再加盖，包括一些管理的警卫，还有一些牢房，一间一间那个盖起来。为什么会去借民间的房子关一些政治犯，跟军方有关的政治犯？就是军方不愿意让外界知道，有一些的政治案件，不愿意跟其他的那个关在一起，也不愿意把消息传漏出去。大厝体唔拿来官兵尔，也有特殊身份的政治犯，嘛一个一个互人带入市厝。国民党孙立人将军部下大将李鸿，加身躯边几啊位女秘书，就连美国大使馆庇护的蒙古人、俄罗斯空军的军官，拢总被秘密加禁在厝。最大宗的就是孙立人跟他的
的那个部署，俄罗斯人也有是蒙古人，很稀奇古怪的案子不少，不让外界知道军方的神秘的监狱。他们最早的任务曾经是抓共产党，到后来是做中国大陆的敌后工作。历史上面比较不公开的，徐错是有它很特别的地方。这里就是徐错的大门，不过由于保密局的进驻，当时只开放让官兵通行，而这个哨所呢，也是当时特别为了监视政治犯所建造的。阿姆图起的收押站规拢互竹仔砍掉咧。另外一个因为草啊发真悬，完全看无，这个是雕工的，还是因为无人整理？恐惊拢甲市厝较早是天罗关政治犯的背景有真大关系。四合院侧门旁用水泥打造的卫兵岗哨，看似突兀，却默默见证这一切。伫人家厝内底保存上界完整的白色恐怖的地景。和促转会审定为不义遗址了后，2021年头一摆公开。此处唔但有珍贵历史价值，嘛是真罕见、特别水、手工真油的四合院的建筑物。如今煞面临这款的困境。未堪要100多年的风吹雨淋日晒。茶壳装啊起的厝顶已经放弃啊，完全看不出来较早的奢华景象。装啊边边啊凹茶蹲个干那山，搁较挖近一看，壁倒放一空真大空。白色恐怖时期的重要历史遗迹出现保存的难题。就跑进去里面偷东西啊，什么都有，民间的那个所有权，所以它不是公部门的建筑物。那它连要指定为历史建筑，他们的一些那个就反对，去收购了其他的那个的一些所有权。那他们准备盖房子，因为那边现在已经越来越热闹了。产权持有者对于这个地方的未来有不一样的看法，有一派认为要把它拆除，有一派是希望能够保留，而且指定文化资产，所以他们很需要政府部门的协助，来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个产权的争议。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破坏的危机，就是他们的屋顶倒了，不知道怎么修，需要一个专业的介入，可找不到协助。爱屋房子本身它是非常的华美，委员们共同也是认为说它有相当的建筑艺术历史的这个价值所以就决议是采列册追踪。文资法上面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就是让这个房子它得到一个保护伞，建筑物出现危机的时候会启动保护，就会往暂定古迹走。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所有产权人对于徐错共同要做出一个决定啊。确实政府目前是没办法特别去介入。因为科技无发达的年代，此处被保密局调工暗砍，是袂使讲的秘密家业。即晚透过空中所翕的镜头，远看过，除了有真侪工厂，就敢若此处这栋柑仔色的四合院，和规片青色的墙篮包条咧，真影梦。即晚秘书是道尽此处现在处境，敢会当成为古迹，被永久的保存，无人知影。甲前景不明的此处比较起来，另外一个不义遗址，互人囥伫遐用30多年的安康接台性，嘛险险啊爱被小心。不再使用它了，所以草都快要比人高。旧年无伫使用，差不多变成废弃的安康接台性，旧在树啊草啊乌白发顶，就要变成规片的墙篮。这个房子年久失修因为它是平屋顶。然后平屋顶上面如果没有处理这个定期去处理这个植物的话，那久了积水以后，它就会腐蚀那个水泥屋顶，就漏水了。
就算无落雨，同款会滴水，闻到拢是真高的臭扑味，湿气拢转入壁肚。这个积水蛮严重的。较早是新信加角的重地，长期无人管理，和有心人走入去。在蛮早之前，有青少年进去开轰趴、打 BB 弹。很特别的是，里面有住一个流浪汉哈。那他养的一条狗，那条狗非常凶哈。还有一个蚊帐，一些生活用具也都在那边。墙壁上有贴很多，应该是佛像之类的吧。蚊香有很多的杂物。连放物件的所在嘛插几啊支香，涂骹更加有敢若烧过熏染。有一些网红，然后或者说有些艺术家们进来，你就会在这边做一些奇怪的仪式，烧香啊、拜拜啊。对一个这么重要的历史场景，对各种外加的东西，其实都是一种破坏的。新美接台式所留的线索，嘛要请真侪外来者走入去找秘密。当时就发现了那一张安康接待室的监视器的图，纸，因为它就在角落，然后它就是泡在水里面，等于是从一团烂泥。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在70年代监狱的这个系统就已经有这个摄影机的存在，每个牢房里面应该都有。希望说能够暗中保存下来了。现场原本其实还有一些少数的桌椅，有一些东西其实当时都还在那边。可是当时的状况很特别，因为忽然之间就全部不见了，东西就不见，被清走了。应该是管理者在清的啦，可能就是为了要清理环境之类的。因为赶紧整理老旧的物件，也有这本伫铁柜仔内时间停留伫1985年的蜡印。这1985是真的吗？是从那时候留到现在，还是有刻意放？很有可能是1985，这地方使用的时间是到1987，1974到1987，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没有收走，没有收走，对，没有收完整。我美丽家园，好美丽家园，不要安康招待所，不要安康招待所，开门啊！来，我开门啦！你们处理代志是要还空间的。一箱又一箱的档案书籍被搬了出来，再往国家档案局存放。至于外传是人体解剖实验留下的内脏罐子，调查局澄清，这些内脏是当年法医解剖刑案死者的器官。当地的里民跟里长也都在门口抗议，我希望把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公共的公园哈，很震惊的哈，因为去过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说。是真的应该要保存下来，成立了一个叫安康接待室的关注小组。为你思念你一人，陪你通相见。我就用了拍摄影片的方式，吟唱70年代、80年代党外运动的时候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望你早归》。透过这个音乐，跟透过这个影像，以及这个文件的展示，能够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存在的。2019年，我印象中就是看到安康接待室的限定开放，景美人权区所主办。总算伫各界走总奔波下，险险啊要被改做公园消失的安康接待室，会当保存落来，和台湾迄段上黑暗的历史伫原地重新被复原。大部分的不义址都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啊，或者都市发展的关系，所以它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或者说它的土地产权也都经过好几手的买卖。上面也都变成私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状态这样，所以以至于原来的这个建筑或者空间都消失，荒废的状况底下，这个建筑物也会有一些破坏。网红啊或者艺术家他们就会很喜欢利用这样的东西做题材，
各种的天然的或者人为的介入，你要再回复，或者说你要去呈现它真实的样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困难。还留存的，那该怎么办？好，那有一些已经不在的，它变成一个记忆的一部分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存它？今日历史看到不期为止背后的故事，如何完整记录，并且表现出一段台湾历史上的黑暗期，考验政府酷热时代实现转型正义的决心。在迄个白色恐怖的时期，有执行过枪决、收押、不当审判所在，全台湾至少有37位。咱后手也有一连串追踪报道。